去數出有幾多首慢歌啦，好唔好？其實唔係好多慢歌啦，因為其實每一年咧我出嘅慢歌咧都係整多係1隻至2隻啦，除非嗰一年有拍電視劇，咁就可能有機會可以唱到電視劇嘅曲啦。咁咧，但係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係一首好特別嘅歌嚟嘅。雖然咧我喺頭場嘅時候我就講咗話絕大部分重新講一次先，因為咧我喺頭場嘅時候咧，我就講過話絕大部分嘅神徒咧都未聽過呢首歌嘅 live 嘅，咁但係今日咧已經嚟到 Kingdom 第3場啦，所以絕大部分神徒咧已經聽過呢首歌嘅 live 啦。呢首歌係咩歌咧？點解會唱呢首歌咧？其實原因好簡單嘅啫，因為我好想同你哋每一位一齊約會。